当姥姥遇到螺蛳粉的臭味时，你把袜子拿了，你我袜子穿着呢。这屋里又有臭袜头味儿呢，我说这，你到这玩意儿就臭袜头味儿呢，你叫到这玩意儿臭，你叫干啥呀？你说这臭。哎呀妈呀，这有啥味儿呢？我在这里就煮的，你这不是臭袜头煮的这玩意儿？现在有个活动，我叫你咋做你咋做，这200块钱就你的了。那行，等我换套衣裳。你看我我走，这穿钱这玩意儿。看好啊！广西螺蛳粉，闻着臭，吃着香，学会了？行了，广西螺蛳粉，广西螺蛳粉，哎呀，好臭啊！吃着好香啊！快点到手了，快行啊，快行。这螺蛳粉现在拼多多只卖5块多，点击评论区链接或去拼多多搜1818，这些都能买着。快吃吧，拿这个吃饭。你看刚才200块钱借我去，你干啥？糊弄你也不给了。这事儿。